由元朗區體育會、北區體育會合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贊助之全港 Free on Free 籃球錦標賽正式圓滿結束。今次賽事由4區初賽揭開序幕，涵蓋港島、九龍、新界東及新界西，旨在全港推廣3人籃球運動，為不同年齡提升技術嘅平台。經過各區嘅初賽，今日能夠企喺度總決賽，每一位都係籃球嘅精英。希望各位運動員繼續努力，再創佳績。最後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多謝晒各位。